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，幸福地填饱肚子。在那短暂时间内，他是随心而自由的，不受任何人打扰，毫无顾忌的大快朵颐，是一种孤高的行为。这正是某个北宋文豪被根源赋予的最佳质疑。经过了花开的陌上，走过了寻常的街市，溜达了这么久，我不再想人生到处知何似，只是觉得饥肠辘辘该进食。哦，难道说我的厨艺一直流传到了这个时候？我必须进去尝一尝。您好，给我来一份东坡肉。就点这一个呀？还点别的吗？尝尝东坡肉就好了。行。哎，这位大叔，我看你不小了，也不服老啊，你这还关注汉服啊？啊？汉服？哦，我转移之前忘了换上这个时代的衣服了。啊，没错，大宋款式很少见吧？哎呀，这好像不是我的做法呀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您好，能麻烦您把掌勺的请过来一下好不好？掌勺的就是我们老板，你有事儿啊？没有，我只是想跟做这道菜的人聊一聊。行，等着吧。扫地你好啊，你好。贵店的这道东坡肉的做法呢，好像和在下的不太一样啊。啊，是吧？你啥意思啊？你意思你就苏东坡呗，是不是？是不是我还得给你打钱？哎呀，非也，我只是一个路过的吃货。这样吧，咱们去后厨，我来告诉你们从前的东坡肉应该怎么做。啊，来，切磋一下，来，走了。净洗称，少着水，柴头掩烟，焰不起。哎，这玩意儿叫煤气灶，我知道，但是怎么打开啊？待它自熟，莫催它，火候足时，它自美。黄州好猪肉，价贱如粪土。富者不肯吃，贫者不解煮。这样，我先尝一尝你们做的东坡肉吧。啊，好呀。不得不说，
虽然跟我那时候的风格不一样，但味道还是很不错的呀。加入料酒和酱油，真是神来之笔。我当时怎么没有想到呢？很不错，我认可了。叫它东坡肉，也没什么大不了的。店家，还得麻烦您帮我掌控好刚才的火候。时间不多了，我得先撤了。告辞。这个东坡肉虽然只用了我的名号，但意外的味道不错，真是后生可畏啊！人生如逆旅，我亦是行人啊。哎，没给钱呢，没给钱呢。这不就是清水炖肉吗？